云林还袂变风台好，不过今仔早起风正透，风是一港一港在渗过来。落水溪的土山硬硬飞，当地人讲顶回开比风台，甲溪底草啊拢抢了了，所以即届风飞沙会搁较严重。 风一阵，甲落水溪底的沙啊拢吹起来，远远看起来硬蓬蓬。风台三得利来到台湾，目前云林也未落大雨，也毋过透风，造成落水溪底的沙蓬蓬硬，当地的民众有明显的感受。溪底放落啊，即摆规个就是拢沙啊，无物件好走，才会飞啊。好，今年看讲溪做严重诶。对啊，就风头啊，不顶啊是顶港袂啊，顶港无透风就袂啊。应该是台风的关系吧，台风关系比较多扬尘，因为都没有下雨。 有民众初三早起，赶紧伫徛街附近抓水，希望降低营业的影响。第四河川分署表示，即摆风台因为云林也未落雨，目前自强大桥附近的风速1秒钟19公尺，造成部分的所在蓬蓬硬，后手会加强进行砍沙的工程。 那这边就是说，针对绿覆盖的部分，我们沿线也都有去做一些监控观察在西周大桥跟西游大桥部分这边状况都还长得不错。可能在70号月体那一片它的绿覆效果可能那个还不够好，所以部分接下来我们在台风过后，我们会来加强这几个裸陆地的一个加强的绿覆。 第四河川分署表示，7月开辟风台造成落水溪原本各种防止营业的设施拢互冲害去，并且对99公顷增加到849公顷。中秋节过了，已经完成823公顷的工程，后手会看即摆营业的状况，再去进行补强，避免影响民众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